走进黄品画店里，客家碰风茶清香扑鼻。当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不但对碰风茶赞叹不已，水中翩翩起舞的茶叶更是让女王为之惊艳。因为维多利亚的女王看到茶叶的舒展开来，像东方仕女在跳舞一样，所以她才把它命名为东方美人茶。夫家是苗栗客家人，长期接受生活肆意熏陶的黄品画，以茶道艺术精致呈现出每一杯茶的典雅层次。动作放慢，然后再来看这泡茶的制茶量，然后水，然后用什么样的道具会让茶水更加分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艺术，可以跟茶作为融合。那最后再回归到是人泡茶的心境，会影响这一泡茶。大家来，请喝茶，呛色茶，呛色茶。客家酸甘茶在黄品画的巧思下，冲泡出全新滋味。妈妈今天来教你一种表达酸甘茶的不同的方式，它是可以配花茶的。我们今天来用配的，今天选择的花是用菊花。耳濡目染下，两个儿子也走进茶道艺术的世界，从鲜明勤俭的生活中体悟出人生价值。很多在外面生活都比较奢侈，比较浪费。我觉得会有福气，也可能是因为客家人勤俭的关系。它是可以有办法融合生活的艺术，你就是在平常，比如说你谈吐啊，或是生活各方面，你可以把这项艺术融入生活。沏一壶客家好茶，搭配客庄点心，黄品画以优雅的方式重新诠释客家生活的美好。上课喽！呛色茶，呛色茶，呛色茶。